来关心咱国内正大间的乡西旅游，即马是互指控诈领政府的补助款，讲因利用教育训练的名义向劳动部去申请补助，毋过是涉嫌诈领99万。劳动部即马已经把钱拢讨回来啊，检调嘛发动搜索甲约谈，即马要依照诈欺甲伪造文书罪移送法办。总部为伫台北内湖的乡西旅游集团找到现地凭证，也毋过前一天稍后检调搜索，佮约谈3名员工到案，因为乡西旅游以教育训练名义，2019年向劳动部申请补助，说涉嫌诈领大约99万。3名被告，涉嫌违反3人以上共同诈欺。还有这个公务人员登载不实，还有商业会计法犯罪嫌疑重大，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，所以各交保新台币10万元。为了人力资源提升，过互劳工安心就业，劳动部有推出企业人力资源提升充电起飞、甲充电和触发训练等计划。乡西旅游伫2019年申请企业人力资源提升计划的训练补助，相关补助200万，也毋过事后清查，所发现乡西提供的工时签收单有工时纪念有分身，工作时间及其他的公司上去。乡西公司文书作业属实，警方单位执其涉嫌诈领，报称检调侦办。恐涉及伪造文书跟诈虚取财之余，所以110年的4月6号，我们就主动移送检调。那是同年的4月28号，也把补助的99万余元一并的追缴回来。有那种专门的这种类似气管顾问公司，等于是说帮企业写案子，就完全申请，然后呢，事实上没有去企业内来上课。好，那这种虚报，或者是说他办训呢，这个人数可能浮报。对专案乡西旅游回应，专案进入侦查阶段，秉持侦查无公开原则的专业配合检调，保证企业服务、财务营运一切正常无受影响。劳动部再次呼吁企业应该秉持诚信，确实办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。